大家好，我係另一位靈仙部冠座教楚顏，由今日開始會不定期為大家介紹各種內修功法。今次就想同大家講下金光神咒。金光神咒係道家八大神咒之一，相傳勤加修煉嘅人可以積累功德，將內在修為顯化喺身上，令內外展現出一道金光，排走唔好嘅能量。而金光神咒嘅內容係咁嘅：天地元宗，萬氣之根，廣修萬劫，正悟神通，三界內外唯吾獨尊，體有金光，福影吾身，視之不見，聽之不聞，包羅天地，養育群生，受持萬遍，身有光明，三界侍衛，五帝侍迎，萬神朝禮，逆使雷霆，鬼妖滅爽，精怪亡形，內有霹靂，雷神隱明，動位交切，五騰騰，金光速現，福護真人。大家可以重複念誦，感受一下能量。希望大家同小弟一樣，持之以恆，早日達至理想嘅修煉效果。多謝大家收看。